扶康 Arts Hub 嘅成立，主要嘅目的就係讓到一班殘疾嘅人士可以有一個平台，發揮佢哋嘅潛能。今日嘅節目長夜睡途個目的就係原來長夜之中，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迷惘，有好多唔同嘅困難。但係我哋透過我哋嗰點光、嗰點嘅火，我哋就可以重現翻我哋嘅希望。再次感謝 Malcolm 同埋佢媽咪 Monica 為呢個音樂會嘅準備，同時亦都感謝 Alex 李志光先生喺演奏環節負責聲音導航 ，Gary Saxophone 嘅，同埋福慶，OK， 你睇嗰啲畫係佢畫嘅，有用匙羹創造藝術世界嘅世界。我感謝各位善長仁翁啦，你哋好好令到今晚好溫暖，特別係康復專員姜梁詠儀女士。同埋特意前嚟支持 Malcolm 嘅人稱牛牛大師嘅張勝良先生，捐滴善意，匯成星河，將會照亮無限可能。好高興可以同大家聚首一堂，欣賞 Malcolm 鋼琴獨奏演出，同埋場館裏邊好多位展能藝術家嘅藝術品。咁扶康會一直都致力推動殘疾人士嘅藝術發展啦，亦都好似一陣間我哋一齊見證成立嘅扶康 Art Hub。咁我相信今晚透過音樂咧，我哋可以喚起到更多人士對於殘疾人士多元能力嘅一個關注，同埋關心咧佢哋同埋照顧者嘅需要，進一步促進關愛共融、互相尊重嘅一個社會氛圍。漫長嘅音樂之旅，點解稱之為長夜睡途呢？因為殘疾人士嘅藝術道路咧，往往要經歷萬水千山、困難重重嘅。Malcolm 嘅鋼琴路亦都可以話係一步一腳印，因為自閉症兒童嘅腦部發展異常，令到佢哋往往冇辦法咧，就係跨越大腦嘅中線。所以細膩嘅演奏要求每根手指嘅力度必須獨立且精確咁樣去控制，對 Malcolm 嚟講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。唯一可以克服困難嘅方法就係媽媽日復日陪伴同埋督促 Malcolm不斷練習。Malcolm 10幾年嚟無間斷練習嘅成果，希望大家鍾意。首先，我今天是听得非常感动。然后刚才我们听到 Malcolm 弹了这个 Yellow River 的第一个乐章，是叫《黄河船夫曲》。那么既然呢有幸指导过他，作为他指导老师，我来完成这首《黄河协奏曲》。第4个乐章呢是叫保卫黄河，这个 Defend the Yellow River。我希望呢，我们始终都能保卫我们心中的 light and hope。好多謝扶康會俾個機會我哋啦，多謝晒，多謝李先生，好多謝晒。我哋要多謝嘅，
除咗係今次好動人嘅表演咧，亦都要多謝咧各位企業伙伴，包括咗我哋香港電車啦、Eaton Club 同埋Citibank 嘅義工隊，唔同嘅企業，希望可以同我哋嘅社福機構一齊合作，可以做更多嘅嘢俾我哋嘅殘疾人士。今日你哋喺度，亦都為我哋嘅殘疾人士點亮咗好多嘅光芒。咁多謝大家。好，thank you，多謝大家，thank you so much，have a good night。